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59年粤剧电影《追鱼》高清修复完整版的第3期。片中鲤鱼精的扮演者是王文娟，生于1926年浙江绍兴，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，国家一级演员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粤剧代表性传承人。12岁时拜粤剧小生竹素娥，先学习小生，后改习花旦。13岁登台演出，16岁在上海小星戏班中担当主演。1948年加入玉兰剧团，1952年在第1届全国戏曲汇演中获得演员2等奖。1954年与许玉兰合作演出《春香传》，获得了华东戏曲观摩汇演演员1等奖。其表演文武兼备，细腻传神。如果喜欢我的作品，就点赞关注。好，请看《追鱼》的第3期。哎呀，刚才听金冲之言，要请包大人前来判断，要是判出真假，岂不是坏了夫妻恩爱？哎呀，这叫我是好啊！哦，不免待我回到帅府，与钟家师兄一同商议一遍了。参见诸位师兄师妹。师兄，那金冲要请包大人前来判断，你看是无是好？女兄已经明白了，爷们不必心担惊，女兄已把妙计定，带我去变作包大人，闹他哥增加报功，分不清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不等来宾，大家这里做一人。多谢诸位师兄师妹。哎呀，时有不早，我要走了。好，请吧。此次呢，我们说平安来。待我们相信一步，张朝王牌与我乞讨一步。包大人来了，来了，请。
为了小女之事烦劳大人到此，老夫真是归恩不尽。外望大人派命增加，助此妖孽。相爷，但放欢喜，老鸨是有盼的。多谢了。包大人到。启禀相爷，何事惊慌？又来了一位包大人啊！相爷，相爷啊！请问包大人，我朝之中有几位包大人啊？咦，这是一包，第五二包。刚在家园报道，又有包大人到，哪来的？只怕草包。包大人亲自别色。请。有请。大人，莫非有卖客之意？哎呀，老夫怎敢卖客？这乃是先来了一位包大人呐。包大人，包时候。大宋朝哪里来的两个包子？是啊，老夫也好生奇怪，只能这位包大人与大人一贯密谋，一困无痕。既然是此，请来相请。有请包大人。哦吼！为了我女儿的事，伤了两位大人的和气呀！与那妖怪有什么气？万事要定心静气。
夜探访困境，老鸨自有判断。哎呀，升堂来呀，升堂。受良生精神，杨老爷这一来是要为。这今次老鸨数当台，张朝王马两边排，本当去所行，先请令俺速上来。大人用兵。谁知他深夜藏入花园内，他经过与奴相为许钟情。我弟弟将他赶出府，等家丁在他转为门，谁知他得了一个要回来，要回来，要回来。往下讲，与奴家一样衣衫一样军，要为侍女来分别，深深的念也深不清啊。羽毛金家四月问，王大人明镜高月团家珍。哎呀，大人老乡爷，大人，他儿人去世一样刻骨，叫老鸨是何判断？是啊，他儿人去世一样刻骨，叫老鸨是何判断？外望二位大人判过陈家，老鸨是有判断，哎，要把张真带上，是把张真带上，是张真上堂。叩见大人。张真，你知罪不知罪？张真，你知罪不知罪？学生不知罪，不知罪呀！你身为洪门秀才，父母上马，几名老乡也收留，应当马头苦错，力图上京。什么？尽管长沙花园做出越礼之事，几位老乡也滚出府去。由于牡丹小姐御姐滚灯，以致花妖月媚骚乱相互，何有力气是何用的？哎，有将张真修才个去，推下去从恩着。是。
言呐，讲大人啊，嫂啊，讲啊，当大人面容易听长征所愿令，我与牡丹起为父命问题，花园也为也长情，想也是我挂念心思受斯文，分明他爱父严平要去长征，两地虽有不是，也是你银子有亏，休得多言来。有，与我推下去，打！沈家是保证为官亲，强女儿来偏听不公正，大当之上去从医，这天大的愿望何止借此间爱是成呀毛两样心，一个是好头痛苦，一个是默默无声，无快无须在生门，真无家已是分离。老乡爷，令爱的真假已经断明了。哎呀，老夫还是分辨不清，还请大人指明。那可的是假，不可的是真，不对，不可的是假，可的是真，可的是假，不可的是真。老汉，有道是见真即真，见假即假，我的命不要真的，谁是假，谁是真，不问比谁，问张真。好，张真，也从实说来，可的是真还是不可的是真？启禀二位大人，学生与牡丹小姐相约以来，今生立酬千恩拜，今日大堂之上修正，可的是真，不可的是假。下有来，我原谁可的是真，你偏说是假，好一个无辜的要白发。听八爷死死了，祷告做了糊涂相，自从身登龙虎榜，呀多英才多样，今生又与两娇娘，一样梳妆，两样心肠，才真才假难分辨，光在朝中做栋梁。老汉，两位教养样样行，其中草拔不难分，一个原是杜金玉，一个不有言病。杜金就是假，杜金就是真，哪有谁见言小计？丈夫当他不动心，迷君不管尽家事，乱干风浪是人品，迷君杀官奸
人家是，只怕是山岗清水要入冈温啊。下去，老贺，你不要胡看乱看，杀了假保公不要紧，杀了真保公那般了得？谁是真保，谁是假保？哼，本是蹲的命地就是真保，蹲不命地就是假保。那老汉心他偏，光百人叫今天，骑兵二夫的不责骂，精神一中的不纠结，换你轮回斩妖剑，把死的龙门颠倒颠。张朝黄毛一身汗，大逃为专，比不清。穷酸潦倒白一郎，别不谈破你文章，应当要写花娇娘。真牡丹夫一并女，假牡丹倒有好心肠。撒娇真假强分明，成绩好鸳鸯，我保证对相公正，怎能够太无全门为父作章？张朝王大弃儿逃。本子包大人真有其厉害，休教此有道罪啊！老鸨包击罪矣，不赞不垂之有告温耻。包大人不理此案，真假为明，这叫我是何是好？有了，不明待我奏明圣上，江下嫂子，命张天子准拿此药。